咱台灣的作家楊松祖的台灣漫遊錄摕到2026年國際報劇獎，出版社宣布講會邀請台語詩人溫玉橋來翻譯台本版。溫玉橋表示講，翻譯台本版不只是語言的轉換，更加是文化上的意義。出版社表示，雖然這台本出版成本較懸，市場無一定真好，總是希望讀者會當用家己的語言來讀這世界級的作品。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台灣作家游湘祖創作、金陵翻譯的長篇小說《台灣漫遊錄》，摕到全球上重要文學獎之一——國際報劇獎。小說咧描述台灣日治時期兩個女主角遊台灣食好料的故事。這種消息出來，小說都袂甲欠貨。出版社雖宣布要加印7萬本，今嘛出版社嘛講要推出台本版，閣邀請甲賴總統做伙讀台語詩的日會閃時作者台語詩人溫玉橋來翻譯。比起翻譯做英文版，是互讀者能理解。成是一款文化上的一個回去迄個時代的這款意義。台本版伊則講，翻做台本版，毋若是語言轉換爾，更加是屬於文化上的意義。出版社講，推出台本版是儕人期待足久的成果。安那選擇溫玉橋作譯者，毋若是因為女性身份通表達小說的有路，女性甲女性之間的配合情誼，佇溫玉橋試譯了後，嘛得到台灣前輩的肯定。暗藏很細膩的百合情誼，所以我們當初在找譯者的時候就覺得，若能有另外一位年輕女性來詮釋，那就可能會激發很不錯的火花。台文書在市場上可能是困難，可是它其實必須要慢慢累積，就是不做其實就沒有。出版社講，雖然台本版的成本較懸，市場也閣無定到，不過佇台灣總是期待讀者會當用家己的語言來讀世界級的作品。記者郭金陽、王志剛台北報道。